已经袂少啊呢，啊，搁再吼，你即边留学倒转来，应该爱好好啊找一个好的对象，毋则对，袂用个搁再慢落去啊，搁再慢落年岁超过你袂急，妈咪比你搁较急。是啦，报告大小姐，下官感觉董事长为了大小姐的终身大事，每工伫咧烦恼，伫咧操心。我希望大小姐莫辜负了董事长一片的心意。董总，下官在。我问你，我互你问，你是啥物身份？我是下官。我是小姐呢。我若讲不爱相亲，就是不爱。No，OK。婚姻敢是人生的难题咧？有人讲婚姻袂输咧跋筊，啊若跋赢就是有幸福，跋输就不幸。一个性情骄傲的大小姐蓉蓉，伊目头伤过头悬，条件伤过头济，免讲嘛嫁无红。大小姐莫就是讲我啦，我小等介绍这个，你绝对讲 OK。即马店中要甲你介绍是一个真正有气魄，一个 gentleman。这个 gentleman 啊，介绍，我感觉恁两个一定足适配。大小姐，请等者，我叫你。妈咪 gentleman， 请 ，please。大小姐，请大小姐鉴定。你讲的就是这个？无唔对 ，gentleman。看卖咧。哇！领导。你们做的是安怎样？报告大小姐，伊这个只一把，这是予落一只夜干，不是红台。见啦见啦。妈咪啊！董总诶，下官在。你还讲想要食阮的头路无？绝对有想。迄个你敢有输亏心？迄绝对甲你无输配。妈咪啊！报告大小姐，下官已经甲你介绍真侪gentleman，你拢无介意，无要紧。最后好一个，当你讲好酒店安底，要甲你介绍一个风度翩翩，而且有气质，而且是一个真正的 gentleman。是啥物人？小的下官我啦。是啊，你哦。妈咪啊！哎呦的啊，你嘛莫遮骄。其实讲吼，你无伫的吼，人这青总的吼，伊安尼做人老实，啊，伫咱公司吼，逐项拢真认真拍拼，啊，伊的本性嘛袂歹。你甲看较详细咧，有影比其他看遐较好啦。哦 no， 妈咪啊，那无爱嫁啦。好，无爱嫁咱都莫嫁，留咧生利息，留咧生利息。请的啊！我都因为阮老爸伫这庄内做路麻，啊！你甲我相亲都唔肯甲我，你实在是。你甲看，这个人啊，人缘都袂歹，为着因老爸是一个路麻，人若探听到，啥人敢嫁伊咧？啊，莫怪遮侪岁，还阁娶无某。哈，休处理你是不是了？哥，你慢慢安尼掠讲好不好啦？你甲迄小姐吼，虽然说亲事讲无成啊，你无听你讲，失败为成功之母啊！我相信哦，后届一定会成功啦，放心吼。对，来，加进。莫急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老李青山在，免惊无忙啊，通大。对啦，老弟青山在，物件无出。好啦，你规句用国语讲啦哈。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人来采收。就是讲吼，这查某囡仔吼，这个过啊咯，满死啦，这凊彩娶嘛娶有啊，对无？嘿啦，阮爸爸讲安尼就有道理，今日哪有遗憾呐？阮学姐拢就水的呢，后摆哦，我就甲你介绍啦。好啊啦，你拢免甲我安慰啦，我知影啦，都是因为阮老爸吼不务正业啦，甲人做路麻路串啦，一世纪交警直咧人欠啦，一世纪跋啦，才会伊一个万通证万一个啦，害伊这个红油油的囝儿，食到今年已经得要20岁啊。乘以2，要无人要嫁我。好啦，对，你莫对家己遐尔无信心啦，今日娶某某先，自我来决定，阮这小妹你还。哈？
哦，恁这个讲话才能带这了。哦，伊咧讲话足先讲英语的。人英语有一句俗语讲，叫做 “No he him a good”。这有气啊！哎呦！哦，土呀，你有白讲是讲啥啦？哥哥。歹势啦，咱是知影久哦，我拢甲你当作是我亲大兄共款呢。你无听人伫咧讲长兄为父啊？好吧。哎呦！好啊啦，莫搁在三八啊啦！钓死囡仔这，钓死囡仔这，恁小袂呢？你社会连几大哩啊？无大啊，朋友重义气啊，阮好的朋友来闹落啊，牺牲我的小妹啊！拜托啊，讲话讲较好听咧，假使咧我是咧讲笑啦，我咧讲，恁小妹你当作我真正会安尼做哦？哼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今日吼，迄娶某某吼，煞怨叹阮的老爸啦。我绝对要找阮老爸理论呢，好好甲问看伊要改毋改，若毋改，我这世人我会娶某某，我要来去做。唔正经，你要找我，找我要安怎？免理论啥？要改啥？要改你。哎呦，妈咪啊！这是什么所在呀？哪会这么啊庄脚，搁这么啊草地？市总经理，是。这咧创啥哈？下官甲你报告，这号码杂货店。哈！你卖物件哦？那比着保卫公司的变数搁较歹，妈咪啊！你哪会踮这个所在买白装啦？这个所在你免咱大啦。哎呦啊，这你都唔捌，咱都是住喺都市吼，迄足吵，空气搁歹，规工车声安尼比不叫，咱吼来这个所在买白装，才足肃静的，空气搁好，这带着人加我长岁寿咧。是啦，花饼大小姐，下官来甲你报告者。因为我这个所在，我是陪董事长来看几啊撮，观察几啊摆，感觉这个所在空气好，满室个拢真清气，所以才决定直接起白装啦。好，你去死人好！电车都开袂入来，我大小姐呢，叫我用路行的。我头拄也毋是讲要甲你爱，你什么身份啊？我下干咩甲我爱？啊，这厝是伫倒位啦？白装伫倒啦？为头前这条路啦。哎呦，这个所在是要安怎大啦？你也无看，哎呦呀！啊，我你是对位啊，上高你真空空了，你是目睭无看咯，无做目睭看，无做目睭看，两个困啊！啊，你唔知创啥嘢啦？你假吐！吐是安怎样？你无看我食酒，你敢咬吐？你这食酒是我大安怎样？哎呦，你唔食够，你骂我，我骂甲会看死！你唔捌看到恶人，我讲我上亲你这做人哦，我这世人就是为着你这做人，才娶某娶无啊！你知唔知？你这孤困啦，所以唔知啦，无人要嫁你嘛。你这你就是啊，老孤困。笑，你唔捌看到恶人，你假笑。等于要坐牛奶嘴啊，互恁这祖囝读起来。你滚走！妈咪啊，你讲话啦，唔知啦。大小姐，叫你讲唔通叫人大细声，迄啉烧酒无理智，你就要插伊，唔再用拍。我唔管啦，市总经理。下官在。我跟你讲哦，无论开偌济钱拢不要紧，一定爱将一只小狗娃娃给我拍死。可也无回收点的情风对你吹。好未？爸，啊你起来啊！我快去困者，那汉早爬起来啊！今日要来共烧一下圆汤嘞。所以啊，爸，啊你家己的代志都插袂了，要去插别人代志哦？到底是捌啥？烧圆汤有钱人赚的呢，嘿。有钱通赚，赚搁较侪钱，你嘛是感觉跋了了。有钱甲无钱，毋是共款。你新查某鬼啊！你今日陪你上，你较教是恁爸啊？啊，你捌啥？恁大兄嘞？大兄，昨互恁妈出去，规暝拢也无倒来困。哈，规暝拢无倒转来。好啊，你死啊！你陪你上，恁爸要甲你修理就袂用啊。
恁大兄倒转来，佮叫带水等我，讲我有代志要甲讲。走。好啦，爸，你较早转来嘿。啊！过夜无破事哥，你哪啉甲安尼啦？要咧坐。啊，哎呦，啊都唔知去倒位啊啉啦，啉啊，搁走去我地倒啊啉了快。真是的哦。哥，你有做啥物代志啊无啊？唔是啊，我嘛唔知，我昨都有啉啦，啊啉到尾可能酒醉的款，哪会讲我走因地倒啊啉，啊惊伊才带我倒来。啊，阮哥到安怎？啥物咧有安怎？假鬼假怪，讲诶，你要食酒醉要来去便所，结果走去阮小妹的房间去秘鲁沙赌困，困到即阵啦。啥物啊？我都酒。拜托诶，你莫用迄两眼讲甲看诶，你当作讲恁哥会去安怎，会去安怎呢？恁哥哥诶人是足神圣诶，我袂做着代志啦。袂啊，对，我对你太了解咧。阮小妹啊，凡是有你对头到尾拢参观过啊。我你讲哦，我当人是咧酒醉哦，啊，搁秘伫咧衫肚内底哦，嘛酒醉，啊，你酒醉咧困，哪有法度来看恁小妹？啊，我歹信啊！然后我衫肚内底有一个芳呢，哎呀啦，一直你咧芳遐细芳啊尔，啊，我咧酒醉的人，啊，总讲要爬起甲你看，啊，摇咧摇咧嘛，上无啥会准，我看会着呢。乌白来，乌白来。啊，那你这型的哦，甲恁老爸拢共款的啦。人讲哦，好爸无交囝，共种的啦。是咧，这边的拄拄啊颠倒变，阮叫做歹结出好笋。哥哥啊，免怎拢互伊看见啊？免怎，无安尼嘛，规气我牺牲嘛，换我困嘛，换你的我衫肚内底，我互你看一摆嘛。你也行啦。好，我爸。来啊！哈，你爸爸来啊！叫你倒出来。阮哥哥无伫咧啊，无伫咧啊。无伫个。哎呦，哎哇，哦，你今仔裙阁足水的了。真是的哦。那有影啦，那我最后钱啊才150块呢，你知无？哦，是啊。歹势，姐啊，我唔是故意的，我是酒醉才会去美伊的房间困啊，是我后摆唔敢，是咧。你即嘛是讲伊对遐去啦？我较即摆两日甲你讲这哩咧。来，我问你啦，安怎？你昨哦有去拍一个咧查某囡仔，伫咧咱家啊？你讲的哪会变爱兴啊啥？一个你即摆才当大人了。你讲食烧酒啊？哦，你讲食烧酒，对啦，你食烧酒的人，你就知影讲我食烧酒，我家己做的代志，我哪知影？我嘛唔知讲有去人拍，无去人拍咧。有人去房酒馆哦，你拍迄个查某囡仔，即摆迄个查某囡仔因兜的人哦，你叫一个拍酒要来坐你算潲呢？食酒醉去共拍，人即摆已经闹规定人要来甲我争哦。是啊，我就昨哦一个查某囡仔伫咧街仔路呀，去用甲拍，啊有人看讲伊咧就是你啊，啊迄个查某囡仔即摆足受气的，请什么武林高手甲伊杀酒，我要来坐你算潲啊！哎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我拢是阮老爸甲我害的啦，才害我吼安尼娶无某，啊我心肝头才会硬，才会去啉烧酒就误大事啦，才会去惹出这个风波来啦。我这只吼一定会死在乱刀之下啦！我。大啦，安尼啦，谁叫你啦？应该死好啦，这叫做报应啦。谁叫你要对查某囡仔无礼貌？就是呢。哥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还知影呢？你是咱兜的乡会呢，啊若万不依哦，你若是安尼拽起来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哟，咱兜的公阿嬷传落来拢单传一个查甫的尔，我是中囝呢，尤其是搁孤囝，即摆我若娶起来了后，咱兜绝对无迄个乡会好传啊！为着保全着咱道家的香烟，我一定要来走咯。妹，你赶紧入去内底甲我款一个包袱仔，内底甲缀我的衫裤，想煞起杯起边啊面桶，啊甲温泉拢甲我装起，想煞甲我砸10万块。哦，好，这我知影啦。这代志无记袂。哥，唔对呢，这物件我会晓款啊，啊咱兜倒来10万块啊。什么？无10万块？无10万块你也讲会出来？你不要去抢，不要去夹，不要去偷听你。嘿，啥物啊？哥，你讲的啥物话啊？哦，你为着10万块要牺牲恁小妹哦？你这大兄是安怎做的啊？
啊，无10万块是要安怎？无10万块这时候我一定会害啊啦！因为对方若是叫来拍酒，是咱庄里内底一寡狗蛇，迄是无要紧啦。我上惊就是惊伊去请迄个蓝坡。哎呦，笑死人哦！看你这个角色，就搁用甲蓝坡，你甲三匹鹰来，迄个领坡就甲你杀起来啦。你真正有影看我这猫的无点呢？这个我自细汉就是你吼，甲扶我饲着大汉啊！你嘛常常换着主啊，对唔对？你足看我，啊你即摆吼我发生代志有这困难哦，你还想个办法听我啦？好啦好啦，莫搁爬啦，我爬正家拢讲，我你爬起来啊！好啦好啦，啊带念讲哦，咱就同样搁厝边对无吼？啊你过去啦，你倒来去我遐地管那边啊。你的地管啊？地管啊，说起我变落呢？唔是啦，地管啦。哦，你讲的敢若咧当大人诶，迄声音我拢分袂清楚。哎呦，阿爸，你哪要安尼啦？你唔知影的，早暗啉烧酒啊，啉烧酒是在我的房间底去困的。啊，伊若去咱家，我唔就足危险啊！袂啦袂啦，拜托诶，你唔通看轻我的真客，我的人则是袂安尼做，你放心啦。对啦对啦，伊是食酒醉尔啦，伊甲阿爸做有缘的，我相信你的人格，伊绝对唔是迄种人啦。这个也是你较听我，你较了解我，你知影我的人的个性，我忠厚老实嘛。好啦好啊好啊，倒啊，莫搁笨啊，莫搁转，紧来去旅馆斗紧来去啦。好啦，要去，嘛都爱互我甲我的妹小别一下，小妹，去。阿兄若是离开了后，有人来这里问阿兄的行踪，你千万都唔通来讲，我是秘伫阿叔因兜的迄个地行内底哦。我知影啦，小妹，告辞。大兄，告辞。我要来去啊！再见。你着保重，妹请你爱的保重。这款代志啊，我白骨变，对吧？白骨大，讲正经的啦，这条银仔梗是我保你。啊，小等下吼，阮小姐迄个代志，你一定爱甲办好势，尤其甲拍迄个人，你一定爱甲找出来，甲念出来。这是小可代志啦。你是讲梁伟啊介绍你甲我熟悉哦？无，我实在白骨不会是咱个参这代志。你也知咧，我白骨的头顶的梁伟，我专门咧走5分仔线了。啊？5分仔线？是啊。你讲这我唔捌听咧，我是要听讲有创办线，还是讲南北二路，我唔捌听5分仔线。靠呀啦！哦，现在阮这真卡所在，那5分仔线算我做啦。哦，是足清的就对啦。啊，小等下吼，阮头家娘就是阮董事长，念下来甲你见面，伊会摕2万块这个惊吓你。 2万块惊吓？你好，来，请。林总经理。啊，校官在，大小姐。啊，我叫你办迄件代志，到底有消息无？啊，当然有消息啦。若办的代志，我绝对互你满意。校官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这的排骨大，伊的本名叫做小虎，大家拢叫小虎伯啊。伊是这的大老毛。董事长啊，听经理啊，你嘛咧含慢做代志。 你要找你，唔落去找一个较有够力的，无嘛较大口较有肉的。等你找到这个安尼，两支骨头啊硬，螺丝卡，哎呦，搁穿千拖，这敢有法度？报告董事长，下看我甲你禀报一下，那这位你唔通看讲散拢散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好酒若会险，对无？一点仔就会险啊，所以讲环境会险，足力，这个足力赞啦，大家拢叫伊排骨大老毛呢。排骨咯，怪这无肉无吞咯。是。连长，哎呦，你讲我排骨的螺丝卡，真紧就好起来啦！哎呦，阿廖，这条线了，别人来看。排骨大，小等来啦。对啊。妈咪啊，你不要讲啦。我莫讲。排骨大诶，莫安尼啦！你啥？你的名我早就听过啦。阮出外人对无？啊，这件代志你若无替阮解决，想要甲阮斗相共？排骨大诶，我甲不要讲话啦，你莫生气啦哦，咁要讲得顺，我排骨的上惊知那甲生奶啦。吼。阿廖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了？对啦，排骨大呀！啊，然后这件代志吼，你哪会当讲找着讲拍我迄个人吼，这2万块，你先摕去啉茶啦。啊，然后会当将拍我迄个人掠来我面头前拍互我看吼，后车至少还佫有2万。啊！啊，娘诶，咱买排骨生意听毋捌，一摆生到4万呢。不，
好，我答应你，唔知干你们做这个操作。啊，那咱就拜托你啦，没问题，算在我了。阿勇啊，咱转来，唔通搁待喺遮。好来，当司令，大小姐，啊，这麻烦你啊，你贴心在我啦。行啦。袂歹吼。总长，我你讲这条钱是我帮你赚的呢，我嘛有分啊。啥，这老你37了分的哦。当然的啊，等你5分啊线尔呢，这边抢管线呢。你唱我啥？无，凊彩，好。安尼尔。我请你来，阮遮上出名的茶点仔啉茶。安尼较差不多。小胆听看卖。我甲你讲，有我排骨底，一切拢安。好，我听到你的声，我嘛拢安。快过来！就是这个拍阮小姐，来拍！这个阮遮呢？啊！你讲啥？好，你袂想着讲你即摆拍人啊？我热啊，我气啊，我掠讲啊，我100分火无地透，所以我常常爱拍人出气啊。你会拍人？会拍人？你拍查甫？佮拍人一无熟悉的查某囡仔，安尼算敢是查甫囝哟？我无见，我较拍查甫的，我拍查甫的人会甲伊兴手呢，所以我拢嘛找阿婆，无倒去找囡仔，还是做人。你敢要点点？哇，你热，你100分火无地透。你讲是恁爸无互你食，无互你穿，无当互你开。好啦，要解释我慢慢仔解释，我先香炒好，因为坐伫这红家桌顶的拢比你较大，你算第4代。大家坐落来讲。这就咧惊你啊！就问下爸，这代志若要怪罪魁祸首，就是你。是安怎讲我是罪魁祸首？你讲。好，阿妹啊，你甲阿爸报告，我得要几岁啊40岁啊，啊，你家己咧？你要30岁啊？哦，讲会遐济啊？爸，阮两兄妹啊加起来得要70楼，若要照年岁讲起来，听我做你的老爸啊！到今仔日伊还袂嫁，我还袂娶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出到这龙华老爸，所以一个人怨同宗，怨你一个，所以致使到阮两个红红幼幼的兄妹啊，拢袂当嫁，袂当娶，这罪魁祸首毋是你，无什么人哈？爸，还阁有咧，你想看卖咧？你查某囝算起来真歹命咧，阮所有20-30年的青春拢浪费伫这间厝呢。到时阵我若变做老姑婆，嫁袂出去，你要负责啦。好啊！你嫁袂出来，你袂当娶我，迄是恁的代志啊，免怪我啦。对啦，当然是免个怪你啦，这怪应该是要怪阮家己啦。啊，而且吼，我再怪我一个老爸啦，去连人外人讲要来拍因这红红幼幼的囝儿啦，对毋对？这要怪啥？怪阮家己歹命嘛，对无？你免话甲要讲我呢？我哪知讲你无代表一工拍迄个人，迄个人呢反倒转要请我，到这来我嘛毋知要处理啊。爸，我看这样代志你都莫插吧啦，为伫我想伊若袂对咱安怎啊？哇，你就毋知，爸已经先共摕2万块真谢地的面啊！什么啊？什么？你为着出卖你囝，这个红红幼幼的肉体，共收定金2万块，你这个代志你做会出来？但是俗语一句话，伫咧讲忠孝不能两全。可为着要互你对社会有一个交代，规矩你的后生来牺牲伊的肉体，我来送马饲好，我来去送马饲好，我嘛不是骗你，我一定要来去送马饲好，我来去啊！莫再用这步啦，这步用20-30年啦。好，你免烦恼啦。爸袂讲就是心肝遐尔残忍，讲放你去互拍啦。迄定金我摕来还，一切代志恁爸负责。阿妹啊，1、2、3，唱！爸爸爸爸，伟大的爸爸，你是大家庭的导师。大小姐，这是排骨大的退下的真金2万块，请你收起。什么啊？伊讲摕就摕哦，安尼我算啥？报告大小姐，下官这根据我调查的结果，拍你迄个人是排骨的后生，所以无可能排骨就摕你2万块去拍伊的囝。阿勇啊，伊当初会收你2万块，是毋知影讲你要请伊去拍的人是因后生。
哪有人老爸咧拍家己的囝啦？啊，毋是啥物大代志啊！我看吼，煞去啦。妈咪啊，迄我唔肯啦。张总啊，下官在。你有一点地倒啊，我要甲伊谈判，伊一定要互我一个交代。啊是。哦，遐尔拄我好诶。免遐急啦，免遐急啦，有啥代志恁爸处理就好啦。各位亲来父老兄弟姊妹吼，看这个世面，恁敢若要大车平款哈，若要车平车出去路口，咱这毋食点啊吼，无啥本钱嘛你。太客，你当作恁这地瓜那是偌简单呢？大不起讲甲你弄破赔你嘛。啊，这倒位啊！你哪无安尼遐大声啦，对无？啊，我家己嘛对你袂歹啊，你有困难哦，你有险的时阵哦，你要避对无？阮这地瓜嘛是互你避啊，你哪会对阮遮讲话安尼讲啊，遮歹遮大声安尼，对安尼敢对？阿爸，你甲看啦，叫伊莫说即款人，你就袂哦，家暴，你看即摆就有你干嘛？救命啊！哼声的哼，唔捌哼过哦。我你安怎？来边啊，咱千金小姐，好野人小姐，今仔叫你来吼，我想讲这代志咱安尼好好来解决啦，吼。啊，若要解决真简单嘛，等你定金就已经送去啊吼，无安尼啦，叫恁囝跪踮我的面头前，甲下唔对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你讲啥？叫阮囝跪踮你面头前？爸，你有甲我教过？咱查甫囝两个脚头有，都是咧跪天跪地。跪老母、跪老爸，绝对免个跪这落拗差白。是啊，你讲我差白？对，恁爸听你这句话。你搁讲一摆，阮囝就是爱甲你跪。一定爱跪。你搁讲一摆。讲我听。一定爱跪。你真啥？你别生气。你为着大兄的代志，安尼表现出你伟大父爱呢，足侪人哦，拢甲你学乐呢。学乐是学乐啦，支持是支持，不过恁爸现金赚遐济大条钱，你就唔知。啊，爸！歹势，爸，我甲你讲哦，虽然迄条钱无赚到，不过你知影无？你即摆你的知名度，你咱这庄仔头大提高了呢，安尼哦有价值啦。好。在卡叫阿爸，在卡歌嘿，滚暖暖阿爸，我安尼为着要庆祝讲你安只囝吼，伫迄地人遐安尼点佚佗吼，好，我特别去看这要转来庆祝。真正，迄间伫迄茶馆吼，好，你安尼向行讲起来吼，迄个气势袂输干那自己的生死伊度外。迄组人吼，互你行一逝海去，互迄足波破咧吼，尤其是迄下安尼海一跳，就安尼后壁刷去呢，我迄两只脚都踢着，安尼跌高低咧。你好棒哦！我好棒啦！恁爸强要哭咧。安怎啦？我甲你讲咧，我做兄弟遮尔久，赢汤算遐尔济，毋捌讲做一摆安尼有通4块人抽咧，白白还要飞去，安尼我免哭哟。爸，你想较开咧嘛？虽然讲哦，这条钱无赚到啊，不过你想看嘛咧，咱咧一家伙啊，嘛是过甲足幸福的啊，对无？对啦。嘛紧啦吼。爸，你有听到一块歌人讲哦，做迄钱佫赚到有啊，意思哦，做双脚钱四脚人。哥，你又佫唱唔对去啊啦？是两脚人，四脚钱。好啦。但你比我五音不全呢，你的音拢无关无加。总讲一句吼，你来看，我这证真正你传的呢，好斗。即摆好斗拢足有福气，而且我面阁看帮，这算有福气的面。后天我一定赚足侪钱的，好好有效你。我一定互你坐咧食，倒咧放。安尼别来中我啦！哎呦，不是啦，我意思是讲互你变衰啦。哥，你咱大概拢讲唔对去啦。我来讲。爸，这哥哥意思就是讲哦，伊即摆开始要拍拼，互你过荣华富贵好日子啊！对，妹妹特别讲的，就是我特别讲的，谢谢啦。
啊，讲正经的，你甲我做爸啊，甲遮尔久，今日即句话听了心肝上欢喜。好好好，代表着咱这家庭和和气气。阿妹啊，预备唱。我的家真可爱，活泼又乌鸦合唱团，一点秒甲恁播，一点秒甲恁骂，你们先唱啦。好。大小姐，拜托你莫安尼枉妇的啦！你来看，妇家拢做出来啦，我这滚水，我嘛对你服务。我嘛是有讲，我会错，毋知啥个你丢起来。你迄紧张的关系，来，啉一下滚水吼，看会得惊，袂看会得惊，较轻松。来。阿勇啊，你厝伫排骨的因遐转来，带到即摆还咧带。妈咪啊，你有打电话叫阮厝的大夫，叫伊坐飞机来无？大小姐，他咱遮也无飞轮机场，你叫伊坐飞轮机来，要停咧倒位啊啦？哎哟，我煞叫袂记哩，妈咪啊，你要怎啦？大小姐，你无代志啦，你干那惊着尔啦，你心情吼放较轻松啊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你毋知影，我足惊，我当毋知有去惊破去啊无？啊，当惊破去，来我看卖。我是惊你，要甲你看，讲你当看破去无啦？因为我对于我若读医学的。你袂想讲你啥物身份？你黑白看，你敢捌着？我捌，你当无破啦？你哪会知？我哪毋知？迄胆汁是青色的，你胆若破吼，面色就足青啊，就足歹啊！你即摆无红搁赤青，搁真水咧啦，无破。有影无？啊，有影都对，当总的讲了无毋对。你面也无青，抑搁粉红，抑搁真水咧。哎哟，你就是毋捌听到人遮大声啦，迄是去惊着啦，无啥物要紧啦。安尼啦，去你楼顶遐小体咧，去困一醒就好，吼。啊，妈咪有秘密要甲青总的讲，惊来去。妈咪啊！你甲当总的有秘密？大小姐，不过大小姐下官甲董事长的秘密，毋是照你想的迄款，莫黑白想啦，无啦。嘿啦，行啦，来，好啦，来，妈咪啊，有，搁咧传呢。啊，免惊，免惊困一醒就好吼，照乖吼，放互困嘿。不过董事长，毋知有啥物秘密的代志要甲下官讲吼？我是看阮阿勇的吼，今仔日惊甲安尼哦，我忽然间，有一句俗语你捌听人讲？你讲我就知。人讲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撞着关老爷。这句有理。你看，阮阿勇的吼，再来是一个较恶七个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安尼去互迄个排骨的因遐倒转来吼，你甲看，安尼惊甲即句还搁伫咧惊，我忽然间吼想出一个妙计。假使讲，什么妙计？阮阿勇若会当去住排骨的因兜，或者是讲排骨的伊来住咱兜，嘿，无得较有法度吼，将阮即个娇滴滴的个性吼，安尼甲伊改互伊较温顺的。你想有通？有通，董事长，哎呦，讲真个，你实在真搞呢。讲真个，头拄你讲迄句无毋对。恶马恶人骑，即个胭脂马撞着关老爷。我感觉吼，我虽然吼无迄个福气娶着大小姐，但是嘛袂当好嫁出去啊。无毋对，无领着吼，即个嫁互即个排骨大因后生了，个性吼无定拢会改哦。是啊，啊是讲，若要叫阮阿勇去住因遐吼，伊敢肯听我的话？哎呦，董事长，你就是安尼遐疼啦！伊若毋听，你就甲扒落才袂响啊！伊敢会，伊若搁甲你假喙吼，你就直来甲嚼起来，往迄滚啊，若无甲往停掉，甲不甲互伊哀哀叫，不甲互伊骨鸡巴你，啊，甲互伊安。我知。你甲阮妈妈拍吧，我先甲你拍。救人哦！过车行过伊倒阿妹伊倒丢，哎呦，望空来，爸，你倒转来啊？
本来咧创啥？啊，爸，我咧切杯啊。哦，哟，咱昨个16号茶哦，拢卖完啊，你嘛要去茶行哦，去补一寡倒转啊。哦，我知啦。对啦，阿爸，你讲哦，条店遮冤家有无？毋是甲讲话有足侪物件，我拢家己的哦，你去甲讨钱去。哦，你这查某囡仔就是安尼啦，这厝边搭搁兼好朋友哦，这一撮仔钱尔，这你叫人赔，歹看啦啊！无咯，爸，你讲咧都唔对安尼，爱甲咱弄破物件先爱赔咱的啊，你也唔叫伊赔啊，一年都来甲咱破。我咧讲这啥物话啊？我问你，是你较大，我较大？你较大。来，人家这哦，来，加济啊！人家，咱来泡什么茶吼？我毋是要来啉茶啦，毋是要来啉茶？嘿，我是要来探听一个人。哦，来探听一个人。你是要探听什么人？都白骨的因后生，你毋知捌哩无？哦，白骨的因后生哦，你毋咧讲迄个倒的？我捌到有准去啊，你咧？哦。你坐要创啥？因后生做倒的啊？晓啦。好。咱来借问咧吼，这个倒的咧做人好啊歹？这问我上知，我甲倒我熟的呢。伊这个人吼真老实啦，毋过吼，迄小可煞型呢。咱过来借问咧吼，迄个倒的毋知娶某啊未？娶某？哎哟，你都毋知影，对迄落型哦，倒一个查某囡仔甲嫁伊哦。若安尼讲，还未娶？晓，还未娶啦哈。确实还未娶吼。确实啦。安尼哦，好，安尼，多谢。我连工再过来。奇怪呢。这拢无看啊！人讲我犯着偷的劫，有慌乱心动，也拢无看伊伫咧动啊，奇怪呢。动啊！慌乱在心动啊！我的行就是摕较远的，因为面较宽啊，摕较远才照着，无怪豆腐定咧讲我歹掠镜头掠袂着。慌乱心动，偷的劫。哥，你即摆是创啥？你安尼照镜照30-40年，还佫照袂先哦？我今仔照镜吼，才知影讲帅哥是生做什么型的，就是讲我这口罩尔。无啊，你讲啥？慌乱心动，对，桃花劫，对。我发现有问题呢。安怎？你这样也无像恁老母，也无像我了。爸，你的意思讲我拢无像恁安尼，毋着较早你咧为我旅行有我的时阵，就是驶到半路啊无油，再去加石油，还是加汽油，还是去透着满油。好啊，我是讲怀疑尔啦。我知影。好，爸，你讲阿娘歹话吼，我要叫阿娘。阿妹啊！嘘，咱来友好，阿娘咧困，咱无我吵起来走无？嘿啦，你困好，这要叫倒困就麻烦啦，爱倒啦。对。阿姐，你讲你慌乱心动，有桃花，到底是安尼嘛？讲我听看卖。煞毋知影经国再来迄个茶艺馆，迄个阿姐啊吼，家头讲呢，伊讲有一个迄做人吼，伫做毋人的去遐伫探听我的迄通书呢。要笑死人讲的，你是人还毋是狗啊？哪有迄通书啊？讲了伤紧张啦，探听我的迄通书，就是意思讲，迄媒人伫咧调查我的生活背景甲我的身世，一定是咱这庄仔头内底哦，毋知有倒一个帅妹去介意着我这个帅哥。真是的哦，阿兄恭喜哦！买啦。我看介你遐吼，可能一寡歹当故事啊啦。阿爸，你讲这话就毋对啊！你意思讲恁囝即类型的去娶到的查某，一定是迄落我不全的，无着开骹，无着破相型的。毋是干的哦，恐惊是死人的哦。死人的！恁后生这面要娶的某会去死人的？我毋相信，我安怎？我去照着钟楼怪人。董总，我知。我问你咧，我甲你问。目睭安尼掠我金上拢总无呢？阮妈妈无着你，是毋是伫咧监视我？报告大小姐，讲监视就歹听，这落跟班啦。因为当时你出去的时阵吼，有交代讲吼，你免个互你出去。我惊讲你头先转去台北。董总啊，我知。我知影哦，你这个人一向足重信用的。若袂用你讲的代志，你绝对无乌白讲，对无？对。也是大小姐了解下官，下官以后的作风就是讲义气，绝对是讲义气。
啊，什么代志你拢袂用甲我讲？无论什么代志，我绝对袂用讲。我嘴敢若目敢若米苔咧。哦，目甲若米苔咧。对对。敢真是拢袂用你讲？无可能。若即款的我若无讲吼，我表姐，嘿嘿，大小姐爱食啥物，你做你讲。你讲妈妈是咧回啥物话？恁妈妈是安尼，恁妈妈讲伊要将你嫁互即个摆过的后生。啥物啊？当总的啊？啊，我知。阿勇，你哪伫遮？妈咪啊！喂，你咧甲我嫁摆过的后生，我不爱嫁，那要嫁你去嫁。少年的唔嫁煞嫁老的。哥哥啊，我请问了，你今日穿这身衫，是不是要去变魔术啦？我较要人老来变魔术。恁哥哥我本人今仔日要来去泡妞。泡妞呀！啊，你咪甲你不过规庄仔来，无半早你就敢嫁你啊？我想要泡妞，泡菜呢？爸，我讲哦，你记忆足歹，我顶早有甲你讲过啊，讲咱迄地行迄个武吉伯啊。有咧讲一个毋人去伫遐咧调查我的行情，我即摆就是要来地人遐问讲，看到底是倒一个查某囡仔伫咧杀我？这个自恋狂啊！可是呢，哥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免搁倒了戆工啊啦。假使哦，你若是甲你查某囡仔有缘哦，人自然就来找你啊，毋免你去找人啦。搁再讲，我是查某囡仔，我就无紧张啊。你是咧紧张啥？查某囡仔甲查甫差就差伫即个所在，因为我是孤囝呢。对不对？对。人讲不好有山无有为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一定要早出来啊！啊，我这个年纪我遮大对无？啊，若无吼，参像我一个朋友咧做导演迄陈新一啦。哎呦，60岁都要到啊！你知唔知？到即摆还佫无母娶啦，迄已经更年期啊呢！迄若真正互伊死机顶啊，若定起了，这世人伊就无希望啊！所以我讲查甫甲查某绝对有无共款的所在。嘿，哥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即摆是男女平等呢，拢嘛共款啊！我讲看都无共款。我讲共款就是共款啦。我讲无共款就无共款。我讲共款就共款啦。无共款就，啊，你袂个长人，莫多吵啦。好，互伊去，去地点啊遐，酷啊等甲尻川细条，看人家是要嫁无？嘿，我你讲绝对会互我等着的。我你讲，查甫甲查某绝对无共款，因为你看卖咧，我穿裤，你著穿裙。吼。迄家仔穿裤，伊若穿裙，恁爸就烦恼啊！来，大小姐，来下官以茶代酒来敬你一杯，来干杯！阿勇啊，你嘛莫安尼，啊你讲叫妈咪啊莫讲迄件代志，啊我都拢唔敢搁再提起呀。啊你心情无好，带你来遮啉茶，安尼你也无欢喜，啊无你究竟是要叫妈咪啊安怎做你才会欢喜？妈咪啊！我要哪会欢喜啦？咱住到即个庄脚所在啦，七早八早就关门带吼，啊无好佚佗的所在，也无 KTV， 也无 MTV 啦。啊，尔一感觉毋坐踮遮食茶，茶有啥物好食的嘛？大小姐，你讲的较客气咧。那阮这间茶艺馆，伫阮这庄仔内是上出名、介高尚、上好耍的所在呢。啥？即个所在那乌草草上好耍的所在哦，真人办。小姐。你若安尼讲吼，我看这摊生意阮做袂成啊啦。若要啉你，唔啉卖啉啦。我啦，你是咧知影啦？人咧人客啊，讲话无对人较客气，你哪讲安尼？无啦，阿爸，你敢无听伊讲迄口气？有钱人咧砸死人，你看。妈咪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咱来遮开钱都爱讲糟蹋，唔爱你妈啦。并无大小姐，下官认为吼，那你这摊生意下官嘛干嘛不爱做？对，讲了赞有你。妈咪啊！市总啊！下官知。但是会晓讲话也袂晓讲话，啊无替家己讲，颠倒咧替外人讲话。啊是，董事长，下官唔对，并无小大小姐，假使你若感觉这个所在无爽快，看你要去到倒位啊，下官绝对陪到底。是啦，阿勇啊，
你若无爱倒遮啉茶，啊无你想要去倒位佚佗？你讲。这哦，啊无，我想要来海边啊行行。哦，嘿是，大小姐，请。早。歹势瓜姐，你阿老娘啊？你啊姑娘，小可大代志，这无啥拗混的，来一张，拢免走。哎呦，这早一点个水。有钱跳现的啊，摇摆后摆哦，若互我有钱哦，我开咖啡店，囡仔要来甲我交关，袂见袂用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莫讲迄大声话啦，等你若吼有钱的时阵，才来讲这款话，也袂歹呢。当当当滴当当当。哎呦，啊，就倒呀。等你今仔日来穿安尼，你变魔术了。我今仔日穿安尼有一个点伫的。点？是什么点？因为咧，你要甲我讲过，讲有一个唔人婆来恁遮定伫咧探听我的消息，我要来看讲到底是倒一个做囡仔伫咧杀着我。哦，你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？对，伊拄则伫遮食茶吼，拄则走尔啦。我要去海边啊，晒海风啦。海边哦。嘿。OK。妈咪啊，你看这景色，咱有够水的空气，搁足新鲜。嘿，大小姐，阿公若认为讲你若真介意这个所在吼，阿公不敢是会当陪你来遮佚佗。是啦是啦，啊若爱来海边啊，这毋较简单。你若想要来，啊你就叫青总的陪你来嘛。当当当滴当当当滴当。哎，倒倒。我倒单，感冒的铺乱的倒。风微微，雨微微，伤风感冒上艰苦。好，你这小查某，去海边啊，甲人讲安尼尔，你就甲我踏落海底，害我，你唱。后工你莫互我拄着，你互我拄着，换我甲你踏落海底，互你去，你唱。金宝汤，哥，你讲因趁小啉咧，安尼吼，这袂感冒。有影，这啥？金宝汤啊。金宝汤。唱。哦，啊，都抓小就好啊，你搁抓甲熟，啊熟就好啊，你抓甲较烧，啊害我烫者。嘿，我感觉你真奇怪呢，啊这拄兄免讲嘛少，你家己说袂笨笨的哦，唔知影好歹哦。爱笨笨的吼。哦，袂歹，人讲食这金宝汤会气风寒，我头拄较大声，歹势啦吼。放紧啦，是讲哥，我感觉足奇怪呢。啊，即摆都已经秋天啊，你乃走去遐收水，而且吼，收水嘛应该烫衫呢。我是。哦，我知啊，你著想讲这衫毋是你洗对吧？所以你就调工走去收水，衫甲拢当哥哥叫我洗对啊？毋是呢，你若兄是走去海边啊，伫咧看风景呢，是讲到尾啊吼，去拄到一只猫仔，去互只猫仔甲踏落。猫？啥物猫？啊，煞毋知影吼，就是咱咧庄仔头迄个间白种上水的迄间啊，新搬来的迄户啦，迄个拍麻花，我甲塞一个喙边，迄个甲透落。哦，就是迄个哦，我知啦，我知。啊是讲哦，伊是安怎会甲你送落海底啊？就是安尼，我毋知你热，我也无安怎，也无讲话讲家己热甲偌热啊，伊就无代无志甲踏落海底。啊，这查甫囝男子汉大丈夫吼，今仔日吼去食这个亏，我足唔冤的，这冤是我绝对要报的啦，我若无报绝对。哇！你一个转去转倒咧转火大哦！啊，你着寒风，啊，照天摕一个毯仔带抹咧，是抹啥啦？对啦，爸，我今日下晡，他咱绝对有原因的啦。爸，借问咧，你是毋是伫咱这庄仔头内底响叮当的大人物？对。你的身份证的职业栏面顶是毋是登记号做罗马？对。啊，我就是你的囝哦，你是毋是我一个最严厉的爸爸？是毋是我最慈祥、最可爱的老爸？对，以上所讲完全正确。啊，我是毋是你的心肝仔、宝贝仔囝？对，是我胖豆的囝。对，啊，假使讲你这个胖豆的囝，今仔日若是去互欺负去食，你这是大人是毋是要替恁囝出头落角？啥？人敢欺负我排骨的囝？啊！你甲我讲，看倒一个，恁爸绝对找算数。迄就是吼，拄啊搬到咱遮无偌久以后啊。嘿，有一个老妈甲一个少年妈的啊，顶早我甲塞一个水配有无？啊，怎摕钱请你要来甲修理？迄假货啊！恁两个母仔囝，啊，恁爸绝对无放你煞。这阿妈，慢，
明仔载我绝对互家两个烧你到点金金。唔通啦，唔通啦，爸，啊你代志都未调查清楚，你就要找人算账哦。点去啦！我摆过来5分仔线，阮囝会互欺负的，你要笑讲诶？对，爸，你叫啥好？你错。唉，白真无味啦！小姐，来，什么代志啊？借问个吼，咱遮有较好佚佗的所在无？好佚佗的所在，有啊，真多啊！看你是要去爬山，还是要去收水，还是去公园散步，拢嘛足好耍的呢。这我拢无介意，看迄款的，迄款的粉味的无？这是什么风味？我听无你啦。我来讲呢吼，是讲甲你即款的狗囡仔讲嘛毋捌，你都还袂当大人吼，也无啥物零件，无啦安尼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无安尼我家己一个人都足无聊的，你看你会当安尼陪我，可怜我啦，同情一下。不要啉茶茶。啊，我陪你啉茶哦。哟，爱人陪哦，来啦，我陪你啦，是要全套也要半套，唔爱陪啦来。你即款的吼，我配袂落，太乖的。你真好打嘞，你哈，你也无是讲你是出外人呢，来到阮遮，你是当作阮遮是地点，阮遮是地艺馆呢，哈，叫阮小妹陪你，伤介绍你爸，互你用行，即摆有倒来出。哎，我咧啊，等你开车去迄叫啦啊，即去啦。我观众诶，哇，你搁有心情到遮去食茶哦，代志足严重的咧。是什么代志啊？伊拜过来啊，甲迄对两个爸仔传家是头要坐恁的小姐算笑啊。哈，算笑。他乘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。哎呦妈，你嘛拜托咧！哎，食到大汉啊安尼，唱歌跳，我那困一个中昼安尼，互你吵起来。妈咪啊，你都唔知大点才有够无聊的啦！母听无也总会规工唔知要创啥，会拍梦啊！哪会无啦？外口空气足好的，看你是要游泳啊，是要去海边啊遐佚佗？去海边啊佚佗，啊毋对啊，迄顿就倒单，我毋就衰死。唉，袂啦，毋是妈咪也爱讲呢。你吼，唔通安尼一个目睭生喺头壳尾顶，你若目头遮尔悬哦，永远你都找无翁啦。那这我则无稀罕，我也无拍算要过点这个庄卡所在。搁再讲哦，毋是我咧点的啦，规庄仔内无一个配我会当过。你哦，个性爱改啦。你若唔改吼，毋是讲蹛这庄卡找无，就是倒转来咱台北吼，也无人敢有你做翁啦。安尼可好啊，我莫嫁，啊永远陪在妈咪你的身躯边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唉，讲什么戆话？你嘛替咱想看觅咧，5家单生你这个孤查某囝呢？哈？啊你唔嫁，你是剩班要咱5家无团是？若要团毋较简单，就分一个来就好啊。你讲着敢若真简单咧。咱有遮尔多的财产，哪会用咧随便去分啦？搁再讲，你也毋是咧卖生啦。你若安尼乖乖吼，甲我招一个翁入来吼，看要生偌大堆，互妈咪抱甲袂当去倒下，哪就去分啦？乖嫁。唐总，迄身体若遐歹吼，就看行毋通用走的，走来安尼窜甲讲袂出来安尼。这等时代志。大小姐，白骨端，现在倒大哦，也物件我要找你两个算账啦。谢谢，别找我，妈咪啊，别做。什么别做？我今绕跑啊，绕跑啊！求我到，今仔日你若要甲我行我一个公道，我绝对要互你行入阴间道。阿姐，你若忽然讲我一句什么阴间道，恁边拢听无了。迄阴间道的意思就是要互因死路一条啦。无采你伫黑道混遐尼久啊，你也敢甲人称呼互做一个好道？好啦，你简单讲着，讲话我也知。安怎当真总诶，下我知。你嘛毋通遮无路用。安怎？但咱规内面干那你一个查甫的尔，你毋着去你甲因讲。
看应该要安怎？下官遵命。歹势，董事长，下官是咧，讲正经的好斗大的，莫安尼啦。排骨大。哦，对啦对啦，排骨大好斗白啊。讲正经的歹势啦，等咱之间也无啥物有误会对无？啊嘛无啥物冤仇啊。啊，准讲若有话要讲吼，嘛大家好啊讲，莫安尼举即款的物件，安尼互大家吼歹看啦，无面子啦，对无？嘿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堂堂一个5尺以上的查甫囝哦。今仔日我要争的就是一口气甲面子尔。我这世人上气气的就是水哦。伊搁甲我淹落海底，害我拄啊默默受。啊，阮老爸排骨大是伫咱这庄仔头有名望的人呢。啊，你话拄啊默默受，到尾我无面子，我面子要摕倒去哈？你唔通食唔受够哦！你都会晓讲你5尺以上的，啊，阮是4尺9啊！你行倒行是我，你是唔是的？阿囝，应该讲啦，这江湖上的走跳爱讲正义，煞着民主人安尼讲好啊，淡薄互人不要紧啦。好啦。害民主哦，用伊啊，若要害民主安尼同简单，亲像伊较早叫我做的同款，跪在我面头前甲回失的。好。是啊，你叫我跪在你面头前甲你回失的，你真较歹的！我大小姐了，你变大家来变啦，虎怕虎！阿勇啊，莫安尼啦，代志会愈惹愈大啦。对，讲正经的啦，我这个工程我看我做袂成啊啦。禀报董事长，我看这代志要安怎处理？你实真无路用嘞！我啊，这也无看大家风火头当咧受气，大只歹讲话。啊，你甲带去店仔口遐，看是要去啉茶还是去啉烧酒？看咱这边应该都爱安怎，因才会欢喜，安尼也袂晓。有影吼？免带咧有影无影，我甲你讲吼，今仔日要甲回失的用哩，都一定爱甲我跪在面头前回失的，安尼代志煞也若无互恁足歹看。无咯，当啊，倒弹。拜托的啦，莫安尼啦，得讲啥呢？阮知影讲你的面子真价值，是无价之宝。但是咱到这个所在歹讲啦，对无？来迄款呢，地道啊，看要啉酒，也是要粉味的，也是要食什么菜、什么料理，用你，我一定给你。海瓜仔，来，你讲啥？你烧酒，粉味的，好料理，对。事情我传，阮请，安尼，这我做主，听我的道。阿囝，我来等你。无啦，不是，爸，不是，伊哦，来啦，爸，安尼哦。哎呦！要甲我惊神遮呢，足歹。妈咪啊，住到这什么后所在啦？我唔知，唔是的人来踮遮咧找麻烦。你搁敢讲？这代志拢是你惹出来？好嘛，拢是我嘛，我等下在别个念都好。阿勇啊！两位老大来，我敬你。讲正经的啦，这摆吼，阮董事长甲阮大小姐，互恁两个行一个正经斗拢破去。我自从捌因吼，我进公司的食头，唔捌看因行到迄个型的，正经行一个斗破去。恁两个已经有够面子啊，以后莫阁为难因两个。是什么民主？安尼有什么民主？阮两个当作输啦呀！你上少无大厅酒家，无嘛大厅餐厅，摆桌较澎湃。啊，他叫我来这地艺馆啊，哈，两领土豆就要甲阮摆平哦，袂当。对啊，人常伫咧讲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你不拢时啊，都遐尼好讲话的人，今仔哦，这变甲遐臭情啊！嘿呐，杜哥哥，人伊是厝外人啊，你应该甲伊照顾，莫安尼闹到安尼歹看啦。对啦，红讲啦，对无？迄别人代志哦，咱来小我较吞稳的吼，啊，就解决啦，对无？都无代志啊嘛。对啦，摆个大的啊，甲恁迄个芳岛的小讲一下啦，气较消一下，气较讲一下啦。好，来，阿囝，恁下摆结家爱较好啦。比仔囝生生爱好来好去。算讲人有咱民主啊，都有传一摊出来，刷帅安尼啦。我跟你讲哦。今日是阮排骨大伫咧出来讲钱，要若无我绝对无要放你干休啊！我跟你讲，会笑你。哎呀，你白
咧讲啊，你搁食啥诶？啊，贵口搁比恁爸较早较少啊。唔是啊，无你食是要做兄弟哦。无啦，你算老爸啊，老爸当然比我较大，对唔对？啊，我生前叫你拜过大，无我叫你拜过细安尼，好无？嘛是有你啦，嘛是有你啦，无安尼啦。你若感觉讲吼，这个所在吼，食了无够困，我倒来甲阮董事长吼，小请示一下。那阮董事答应吼，啊，就办一桌安尼方法来请你。那讲安怎啦？啊，大声声。哦，你两个走来这，咱无甲我报告一下啦，害我呢找规半工拢找无。啥物代志爱我啦？啊，对个阿坤啊，讲叫人来厝吼，叫你赶紧去找伊啦。阿坤啊！阿勇啊，小等下啦！哎呦，你嘛拜托咧，莫安尼娇滴滴。啊，真是妈妈安尼甲你讲规半工诶，你连一句都听袂入去。妈咪啊，毋是讲我无爱听你的话啦，这种所在我就对面跟搁再大咧，我若大咧我会起笑啦，我要等咱台北啊啦。哎呦，你这你是要创啥的啦？要创啥？鸡胎团。妈咪啊！哎呦，恁这破少年好脚好手，安尼唔拖唔弹，大家安尼是要创啥？哈？要创啥？去！爸，不要，这细摊互你，大摊才互我。哦，我少年，你咱无通听，我拜过呢。啊，你来这个所在了，乌白来，无你倒是甲谁咧讲？你靠背，你真是甲要挂了。爸。算啥物？嘿嘿，一起开，较开，好，讲真经足爽快。啊，几间别种哦，那我会搁较爽快。啊，讲真，我这世人哦，做上大就是做甲店总经理。哦，啊，这间别种哪会敢若像我一个人？啊，因恁母仔囝拢走大董事长甲大小姐诶。啊，哪会拢无人啊？免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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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咪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来个，你即马是咧古镜头，搁起啊着？董事长啊，恁查某囝搁着迄个插甲刷着。就是去死人刷咧，无人刷啦，什么长甲仔刷？你煞毋知我叫阮囝着毋知安尼刷甲呢？妈咪啊！免惊，咱转来就好，免惊。董事长，大小姐去吓惊着。是啊。啊，就算毋知影吼，迄个排骨的因爸仔囝啊来厝内面大细声安尼，嚷甲歹听甲安尼，啊阿勇就歹性地，就安尼把好啊搬咧张咧，就要转去。啊，我也是想讲吼，叫伊讲无嘛，等你转来才甲伊斗阵去。啊，伊都无听我的话啦，讲到半路讲，车后迄落人，哎哟好脚好手呢，入要半路，徛倒要讲抢钱。手机，哈哈哈！董事长啊，恭喜呀！真爽诶！啊，我知。我两手咧是遐欢喜哦，搁咧讲恭喜什么恭喜？无啦，报告大小姐，讲实在，你去互抢，这算起来算善事啦。因为吼，恁两母仔囝吼，啊足有钱，啊而且也毋捌做善事啊，钱遐尼济，也毋捌讲去铺桥做路，也是救济贫苦，也是讲当恁有借钱拢无做啊。你去互抢钱算吼，接一个阴德的啦。但你讲的是啥物话？伊若真是讲需要钱吼，甲我讲，我会援助伊。啊，亲像即款的吼，安尼好脚好手，毋拖毋趁，踮喺半路安尼要甲人抢钱，这要哪会用去互伊？啊，互伊都愈好款啊！哈，有影吼，安尼袂用的啦。也是讲哦，大小姐，啊你敢有去互抢去？我都看到遐歹人，我都惊甲咱脚软手软啊！但嘛毋知有抢去无，我嘛毋知。啊是讲刚才尾啊吼，尾也是迄什么排骨的，因爸仔囝来救阮的啦。哦，足勇敢的啦，因来救你哦。是当时有人受伤无？有啊。有。嘿啊，排骨的受伤啊。啊，排骨的受伤哦。哇！是啊，啊是讲吼，好佳哉有因爸仔囝，啊若无吼，阮母仔囝都无通好遮好食困，安尼平安转来遮。有影即摆吼，佳哉伊救咱是咱的温情人，咱爱好好啊甲人报答。对啦，应该啦，伊是咱的温情人，咱爱甲报答才对咧。董总诶。啊，我知。你去找吼，找看迄排骨的因爸仔囝。是住咧倒一间病院，啊！你买一寡吼礼物啦，啊，佮摕钱去甲因看，知无？报告大小姐，即摆吼已经暗啊，啊下官而且有算过命吼，迄算命甲下官讲吼，
暗时啊袂用去看病人，无会去煞着吼。又够惊死！我度我自细汉就无打。阮阿爸呢，为着要赶遐歹人，害俺着想去带病院。对啊，我隔壁啊，较济啦，来，恁哪来？听讲恁爸仔囝为着救人哦，恁阿爸讲用台阶受伤了。嘿啦，即摆人伫咧病院是讲这讲对啊！恁爸这个做哦，通知来大家就学咯啦，规个地名都拢摕悬起呢。有影，人阮爸知名度本来就足悬的啊，但是较早是算臭名万世啦，即摆计算好人好事啦，所以大家唔知拢知影。嘿呐，我今日专工要来看恁老爸哦。你敢甲我讲，因为恁老爸住在倒一间病院啊？哦，哎呀，无啥，唔免去啦。啥免去？啊，我物件拢买落啊，你叫阮摕转家己食哦。这哦，真正要摕病哦。我讲啊，爱着住伫咧土地公庙边啊，迄间哦，都景德病院啦。咱给他提来。老欢迎你啊！阮爸吼，本来是安尼伫这庄仔内吼，一个人怨通庄怨伊一个，想袂到即摆安尼为着甲迄两个歹人拼，叫抬一空仔囝尔，知名度规个拢掠悬。迄阵这细摊应该都爱我饲我才对咧，通去互伊饲我，饲我都叫伊养去啊。大团，嘿嘿，哟，你敢会迄条做下水的？不是下官。我知。你这物件一定要来看阮老爸，要互阮老爸食对唔对？哎，巧！听人讲的啦，若讲你这包来吼，已经摆到第290几个。什么遐早来啊，摆到遐晚？你唔知哦？你是唔是原来要去病院看阮老爸？对。好，无要紧，我拄啊好煮一罐地瓜汤，要过来病院。你出来。来，咱斗阵。爸，你等来哦！来，死因啊！来，爸，我这。爸讲叫你安尼。等下煮些物件互我食，结果你让我带食。都对咩？啊，唔加在啊，有人摕物件阿爸食，要叫阿爸枵死啊！你讲的什么话？我你讲哦，人送地瓜来呢，爱地瓜青青要哪食？迄无煮好食个青青若互阿爸食落，阿爸会去食到迄内底迄大肠镜呢。啊，你食啥？你袂较紧死的呢？啊，我就是我你遐紧死，我毋则甲煮好食，则要赶来去互你食对哇吼。安尼对呀。出年啊？系啊。哦。病院带袂掉，艰苦啊，咱要规家倒转来较方便啊。好啦，那安尼也好啦，转来就好啊，咱讲实的啦，转来安尼一家团圆，咱也好啦。迄是要我食，你若家己就输了啊。爸，咱两个算爸仔囝着，我恁囝你阮老爸啊，爸囝同一体啊。甲母仔囝同一体同款意思啊！阮老母大巴肚有我心怀着家的时啊，阮老母若食地瓜汤，就是等于直接补着我啊！我即摆是恁囝，我若食着直接补着你啊！安尼这样有心呢？无啦，恁囝大包边哪有心？讲笑话，我是试我安尼汤头好啊，我来，请用。囝个爱好过了，讲一大堆。袂歹哦，够了，咸酱袂歹吼。喂，啥物人？哪一个？这个啊，歹势，我几乎忘了你的存在。这个就是迄个做下官的啦，伊是奉到因公司的命令，我来摕礼物来了，要来看阿爸的。对啦。哦，这当。歹势啦，莫叫我功夫啊！无，这无啥啦，这阮当时长的意思，讲一点仔意思啊。那我的意思就不是安尼，我的意思哦，当然送我高贵，可能药材该补一下啦。应该，是讲人来就唔免过遐功夫咧。爱话。甲摕个点收免客气啊！谢谢啊！落啦，快过来！你这条小拖呀，骨到底咧行啊明？不啦，这代志都唔明，骹骨手骨拢甲你开啊！等下，爸，这团换我，看恁囝的红起顶下都掠悬。打，咩爱？我要多一支出去。少年的叫嚣真好，真的。